要不吗？要不吗？波波台，波穷继续，这里来。大家好，我是台南妹仔阿优。开始有意识咧学台语了后啊，我发现一件代志，就是咱以早的台湾人真正足有家己的一款心色气、幽默感呐。今仔日咱要来讲的主题，我感觉就是咱台湾人的专属幽默——热客仔话。啊，什么是热客仔话呢？其实嘛有人改号做结骨话。啊，结骨的意思就是讲人雕工结一个班，讲一寡较笑亏啦、见唬人、搞笑调皮的意思啦。一般甲俗语无共的所在是讲热客仔话呢，伊会听做顶下句，头前迄句是话面，真正想要讲的话是后壁迄句，可能会有歪音啊，也是讲有相关的意思，讲互人摇就对啊，甲歇后语的意思差不多，算是一种语言的趣味，安尼心色。讲话雕工长一个弯。可能是要甲人学乐啊，也是讲要甲人屁想、甲人笑安尼啦。其实咧，伫日常生活当中，有一寡热客仔话大家应该加减有听过，像讲乌干仔底豆油，啊来咧看袂出来，也是讲无底看。这款分做顶下句的形式，就叫做热客仔话。因为豆油本底就乌乌嘛，佮用迄乌色的干仔内底。有影是真正看袂出来，无底看，所以这句话就会摕来讲人人不可貌相，人不可貌相啦，定定是摕来讲学乐的哦。再来，咱常听到的，佮有7月半啊，安怎？不知是我是安怎？因为7月半是人咧普渡拜拜对无？啊就会奉台来要拜拜。这句话就是咧讲人要出代志啊，要死啊佫唔知啦。所以讲7月半唔知是我。我细汉的时阵定听到大人甲我念讲你有影是A 人爬厝顶啦。A 人爬厝顶这句歌是啥物意思咧 ？A 人若是要爬去你厝顶，是毋是爱爬楼梯才有够悬对无？所以讲 A 人爬厝顶这句就是欠推嘛，欠推共音就是欠人修理、欠做的意思啦。好，安尼大家对热客仔话是啥物应该差不多有概念嘛刷落来咱这集要甲这的热客仔话大概分做2种，一种是歪音，就是咱台湾人上爱的谐音梗啦另外一种就是有相关意思啊、相等意思的，就是相关。咱即马举一寡例来看，头一类咱拄则讲的歪音的譬如讲3好加1好，就是4好4好，听起来是毋是足成个咧？骂人讲应该4好啦，即个4好对无？所以这就是歪音谐音梗。所以以后若是要骂人4好就会当偷偷讲3好加1好，安尼就好啦。今仔日的比赛结果我看是美国西装啦。美国西装啥物意思啊？因为美国人较大汉嘛，所以因的西装就会较大丝、较大领嘛所以就是歪音大丝啦。安尼讲话是毋是介心色、介趣味再来，咱来看后一句，好神跋落肉色卡是啥物意思咧？若是有咧看乌龙派出所的朋友乌龙派出所啦，凡说有听过亮金刊子讲过这句好神跋落肉色卡，这个卡就是咧底饭啊，也是讲种食物的这种平底的容器。肉色卡内底就是咧卤肉色，所以内底会有热烫烫的卤汁伫遐咧滚安尼。若一只好神安尼飞落落去，会安怎？绝对是温死袂活的嘛会互遐的卤汁饮死、落死，所以好神跋落肉色卡就是歪音落死落死就是讲人受气啦，气甲要死啦。譬如讲出门要去高雄看表演，结果去到地才发现讲，哇哩咧，我迄个门票放伫厝无扎啦，真正是好神跋落肉色卡，落死啊！刷来第2种，咱要来讲相关。有相同意思的，可能是一种比喻，嘛有可能是讲这个词有几6种意思，像讲土地公唔惊风太雨，敢有人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咧？
土地公吼，伫咱的印象当中，通常拢是一位看起来年岁较大的神，对无？所以讲土地公吼，唔惊风台雨，老神在在啦，吼。因为吼风台天，迄透风落雨吼，啊土地公伯啊吼，游玩坐伫遐吼，看顾咱的土地，真正有影是吼老神在在啦。搁来半暝看日头，来这句歌是啥物意思咧？咱一般啊，若是讲要去阿里山，还是讲去其他的关山，要看迄个日出，迄时间差不多拢是透早5、6点嘛，对无？啊，结果吼，若有人，哎呦，半暝啊，就伫遐咧等咧看日出，意思就是讲吼，要早咧啦。即句日起来话，就是要甲人讲吼，莫伤赶讲，也是吼想较远去啦。时间要早咧，像讲吼，迄隔壁迄阿明啊，打交女朋友，就咧想讲吼，婚礼的菜色是啥物？袂输是咧半暝看日头。要早咧啦，对拄正几个来看吼，毋管是讲话音啊，还是讲意思有牵连的，日起来话吼，就是顶句讲煞，互人思考，互人摇看卖，才甲真正想要讲的话吼，藏伫后壁迄句内容吼，有甲人补的，啊嘛有甲人批评的，吼啊嘛有甲人考劝啊，还是讲单纯咧讲一种情景的吼，拢总有啦。日起来话吼，有千万句要学吼，真正是学袂了啦。刷落来吼，咱就来看几条题目，互大家摇看卖，看你敢摇有无？好，出题时间来，第一题就是啊过溪 ，A 阿爸 ，B 无聊 ，C 无影。答案是倒一个咧？想看卖啊过溪。吼，迄鸭吼，若是要过溪，因为因会晓收水嘛，对无？会当自由自在安尼游过去，无像咱人吼爱安尼撩溪吼，撩溪就是讲伫溪林啊、水林内底用行的，一步一步行过去，毋免撩溪就会当过溪啊。免用撩的答案就是无聊。第二题，王阿婆饮大水 ，A 无地味 ，B 失望 ，C 惊死人哦！这题应该算介简单啦吼。咱想看卖，王阿婆吼，若是饮大水，啊，迄梦吼，毋就会规个安尼淡淡吼湿，所以下句就是吼失望啦。第三题，12月天困厝顶 ，A 冻霜 ，B 刺心 ，C 歹斗阵。来。12月天吼，迄阵是寒人啊，对无？而且吼，当咧大寒，伫厝尾顶困吼，毋着寒甲呢，哇，死准！恐惊吼是规个身躯会坚冻，还是讲会结霜啊？所以讲答案就是冻霜。冻霜这个词吼，会使讲农产品寒甲受伤啊，霜害啦吼。啊，佫有另外一个接用的意思，就是吼讲人作酷的、做克制的吼。欠过头安尼啦，很吝啬啦。再来第四题，尻川斗病 ，A 是牙鸡 ，B 是好野人 ，C 是臭屁。听到这个尻川斗病吼，敢若足疼的安尼。喂，无啦，莫想去迄边去啦吼。咱若是甲人吼当做是一身红啊，尻川若斗病，是毋是着足好甲人压起来？所以就是好野人啦吼，话音好野人啦。例句吼，咱会当安尼讲，伊着尻川斗病啊，毋才有法度吼，迄买厝像咧拣好体路咧吼，我要住一间，我搁迄间安尼，哦，真正好野人。所以来第五题。鸭味仔吞花金菇 ，A 食饱换枵 ，B 卖扑假扑 ，C 规巴倒火。来，鸭味仔吼就是细只的鸭仔啦，啊花金菇啊，尻川敢是有斗一拍电火对无吼？伫遐飞啊飞，啊若是拄着一只迄落鸭味仔，喙安尼开。啊，家安尼合落吼，这个时阵，这只戆直的鸭味仔，应该腹肚内底就会有光线安尼死一个吼，敢若有一拍火伫遐，所以是啥物意思咧？就是规腹倒火啦。第六题，做贼点电火 ，A 看现 ，B 真眼头 ，C 无才调。有点电火吼，会看现是对啦。啊，毋过吼，你若是咧做贼，啊，重点就是莫互看到啊吼，你搁点电火，所以真正有够眼头的啦。答案就是 B 眼头。好，
这6题吼，你拢总摇到几题呢？老话甲我讲好无？我想要知影大家人敢有摇到吼？台语的艺巧仔话、结骨话吼，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迄内底暗含的意思吼，比你直接讲出来，互人听着吼，感觉较好笑、较好耍安尼啦。有当时啊吼，袂输是咧摇味菜咧，所以吼，以早想出遮济艺巧仔话，台湾人吼嘛是介厉害呢吼。啊，普通时啊，咱若是甲朋友咧拍拉凉吼，讲几句啊艺巧仔话，听起来吼文学程度那像介悬的呢。毋过吼，若是讲伤济，可能嘛会互人感觉哦，足烦的啦吼。所以大家吼，家己抓迄个感觉啦吼。好，今仔日个节目吼，实在是鸟鼠啊无洗身躯。安怎有趣味？你若是有听过啥物趣味的艺巧仔话，欢迎吼留话伫下骹甲大家分享。这集的脚本吼嘛是甲台文社群创作者阿东老师来合作的哦，同款多谢伊的付出，多谢你的支持是我拍片的动力。你若有喜欢我这集的节目啊，请你点赞分享。有订我的频道，会记得爱甲迄铃仔开起来哦吼。若要岛内嘛真欢迎，请你试下骹的超级感谢，安尼就 OK 啊。多谢努力，以上就是今日波波台想要补充给大家的知识，安尼咱后集再会，拜拜，Party。